馬太與釋經從呼召到使命，今日我哋概括講一講馬太福音1到12章嘅結構。較早時喺最初嘅分享裏邊咧提到馬太其中一個結構嘅特色就係敘事同結論嘅交替。我哋已經講咗第8、第9章嘅結構同埋點樣反映咗當中一啲嘅重點或者特色，而啱啱對上一次亦都分享咗第10章嘅結構同埋當中反映咗一啲嘅焦點同埋信息。今日咧我哋試下1到12章一齊睇一睇佢個結構係點樣。第10章我哋已經睇到門徒嘅使命，但係門徒呢個角色咧，其實記唔記得喺第4章已經出現咯？耶穌呼召門徒4章18到22節，由呼召門徒到門徒嘅使命中間又有同門徒有關嘅教導，就係大家熟悉嘅登山寶訓，同埋咧第8、第9章耶穌點樣嘅實踐嘅榜樣俾門徒睇到嗰種嘅使命嘅特色。而咧喺5至7章嘅登山寶訓裏邊咧，更加反映到或者回應到對應到我哋好熟悉嘅大使命。耶穌曾經講過話：凡我所吩咐你哋嘅，都教訓他們遵守。耶穌吩咐過啲咩啊？我哋唔需要好心急嘅喺其他書卷裏邊抄嘅。其實喺馬太福音裏邊已經見到啦，就係呢個登山寶訓同埋其他嘅講論。我哋有冇嘗試喺度思考多啲咧？好啦，呢個嘅你發覺開始好似有少少我哋睇開嘅首尾呼應又出現咗啦噃。唔單止呢度咯，我哋睇埋第11章，提到施洗約翰，佢好似問耶穌係咪要嚟嗰一位。其實開始記載施洗約翰呢個嘅記載咧，其實咧喺第3章施洗約翰已經出現嘅咯，佢已經扮演緊一個重要嘅角色。而當中我哋熟悉嘅佢傳悔改嘅洗禮，而喺當中咧佢談及耶穌嘅時候，佢話咧，那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呢個以後來呢個來咧個動詞，komenos 呢個動詞，komenos 喺第11章嘅第3節咧又出現啦，亦都係約翰自己親口講嘅喎，甚至佢係今次係問耶穌添，佢唔係談及耶穌啦，話係親自問耶穌：你係咪要嚟嗰一位咧？komenos 呢個嘅動詞就串連咗兩者嘅關係，又係一個首尾呼應嘅特色。再睇埋當中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悔改。悔改，約翰向嗰班嚟想接受洗禮嘅人挑戰佢哋，甚至警告佢哋要悔改。而喺第11章咧，係到耶穌啦，耶穌亦都提到悔改呢個問題。大家不妨參考翻經文啦，做一次嘅首尾呼應。呢個首尾呼應俾我哋一啲咩提示咧？一個建議俾大家，例如我哋先睇門徒個層面先。門徒個層面呢個首尾呼應，你發覺中間係乜嘢？一個核心嘅部分就係有關耶穌呢個登山寶訓嘅教訓同埋佢所行嘅神蹟。咁外圍嘅第一個層面就係門徒呢個嘅首尾呼應，俾我哋睇到咧，當耶穌呼召門徒嘅時候，我哋睇到主嘅呼召啦，而我哋都明白主呼召我哋會託付俾我哋有使命。好多時我哋都好重視呢樣嘢，但係咧，你有冇忘記中間咧？唔好忽略中間咯。可能我哋好重視我哋嘅使命，無論我個人或者教會嘅使命，行出嚟嘅使命，行出嚟意思咧，可能離唔開我哋去佈道啦、帶人返教會啦、發展教會啦。但係唔好忘記啦，耶穌對我哋個人生命內在嘅期望，大家都熟悉啦，就係從登山寶訓反映到出嚟。可能我哋嘅注意力會唔會太集中喺我哋要做啲乜嘢一啲嘅所謂嘅發展，或者一啲嘅佈道工作，但係忘記咗或者咧忽略咗點樣去操練我哋個人嗰個生命咧？會唔會係咁咧？好啦，呢個可能值得我哋諗一諗咯。同樣嘅有關施洗約翰呢一個嘅層面又點樣咧？施洗約翰呢個呼應睇到係施洗約翰佢同樣嘅回應咗呢個使命，但係第11章咧就反映到施洗約翰回應嘅時候，佢個終局係點啊？就係捨己。你發覺咧，呢個就係喺對門徒嗰個嘅呼召同埋教導咧，就放喺約翰呢個經歷嘅中間。我睇到咧，正如第10章所講嘅啦，我背十誡跟從主，而施洗約翰你差唔多可以話係福音書，甚至新約嘅第一個有記載係為到呢個嘅天國嘅福音嚟到犧牲嘅榜樣。呢個就係俾我哋更加睇到清晰嘅方向。咁呢個首尾嘅呼應唔係限於呢度嘅喎，仲有第12章咧，仲有第1到2章咧。大家記唔記得第12章開頭有兩件事都同安息日有關㗎？可以帶出咗一班宗教領袖，特別係法利賽人，佢哋點樣嘅挑戰耶穌。同樣嘅呢個挑戰同埋呢個嘅攻擊，其實喺1、2章已經見到啦。你諗起地上嘅國同天上嘅國已經開始產生一啲嘅衝突，一個雛形啦。大家諗起就係地上嘅國嘅代表就係希律王，佢就係覺得自己嘅地位受到威脅。佢哋就會去挑戰喺呢個天上嘅國，我哋去殺害呢位嘅耶穌。大家都記得呢個嘅記載，呢個記載你發覺咧就係再一次嘅首尾呼應咯噃。咁所以成個核心就係5章同埋到第9章，然後外圍嘅門徒嘅層次，跟住到施洗約翰嘅角色，跟住咧就去到
宗教領袖嗰個層次。嗱，整個嘅事包含咗成件嘅事嘅頭同埋尾，俾我哋睇到一個嘅形勢，所有發生嘅事放喺一個更大嘅處境。咩處境啊？先俾三段經文大家睇一睇先。12章、10章同埋9章有共通點嘅喎，唔好忘記表面上好似地上嘅國同天上嘅國一個嘅爭戰，但係唔好忘記背後其實係鬼王別西卜，鬼王別西卜，留意下啲字眼。穿插喺當中第9章、第10章同埋第12章，大家可以參考翻啲經文。我哋睇到整個嘅問題咧，唔單止人與人之間，或者咧地上嘅國咁簡單，而係咧有個屬靈嘅爭戰。地上嘅國可能就係代表緊撒旦嘅國，或者撒旦係利用緊地上嘅國嚟到去攻擊神嘅國，或者阻撓神嘅國嘅發展。有冇留意呢樣嘢咧？好啦，呢個嘅屬靈嘅爭戰其中一個重點，其中一個啫，就係同個權有關，權柄又好，權力又好。係一個其中一個嘅思考嘅方向。例如地上嘅國反映到啲咩嘅權或權柄啊？就係地上嘅國嘅權係愛嚟管治、去控制嘅，去滿足自己嘅私欲嘅。但係天上嘅國嘅特色係咩啊？透過耶穌嘅榜樣同埋對門徒嘅教導，我哋睇到係服侍嘅、係犧牲嘅。但係呢樣嘢大家好似都一早知㗎咯噃。甚至可能你會覺得你自己，但我相信大部分嘅基督徒都唔係追求緊地上嘅權或者國嘅，你都唔係覺得自己好想做一個嘅最高嘅領袖，或者要最有權，或者最富有，唔係。但係咧，大家有冇留意？唔代表我哋咁樣唔重視權力喎。試下咁樣諗啦。當你發覺你自己嘅諗法，你有你嘅計劃，你有你好好嘅策略，但係人哋唔聽嘅時候，人哋唔接納嘅時候，或者人哋滿足唔到你嘅要求嘅時候，你會好嬲，或者會覺得對方好唔啱。你呢種反應會唔會但係已經代表咗你都係對權力嗰種嘅執着追求咧？係佢哋想控制人哋多過想服侍別人咧？會唔會有咁嘅問題咧？而呢個特色早期喺其他嘅分享都已經提過噶咯，例如門徒嘅補習班啦，又或者今次呢個分享嘅較早時嘅唔同嘅分享都會提過噶咯，大家不妨思考一下啦。今日咧就透過呢個結構俾大家進一步諗一諗。呢個透過一個簡單嘅結構睇到整體又突出咗一啲嘅焦點，透過比較甚至一個首尾呼應嘅結構，初步建立咗一個基礎。以至到我哋睇每一段經文嘅時候，都可以咧參考整個結構去睇，可能思考嘅更多。而今日呢個嘅結構嘅想法咧，其實都係參考一位嘅學者Eugene Boring 佢嘅係其中一邊嘅喺對馬太福音嘅分析裏邊參考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喎。咁以後咧會繼續咧沿住個方向同大家分享嘅啦。咁今日分享咧就到呢度啦。